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富裕的家族總是會面臨着同樣的命運？為什麼他們會從財富的巔峰迅速墜落到谷底？今天我們要探討的就是這個歷史上的迴圈，從富庶到衰亡的共同命運。中國有句諺語叫做富不過三代，這不是一句空話，而是殘酷的現實。中國歷史上財富的積累常與權力、時勢、政策緊密相連，財富的誕生往往迅速，消亡也同樣劇烈。這背後的根源不僅在於家族內部的分崩離析，更在於制度演進與環境的變化。以明清兩代為例，徽商、晉商、鹽商等商幫曾輝煌一時。徽商依託鹽鐵與典當業致富，晉商憑票號掌控清代金融命脈。然而，當政治環境轉變，制度保障消失，這些家族的命運也迅速崩塌。晉商票號在辛亥革命後幾乎全軍覆沒，徽商的家族資本因戰害與財產沒收而煙消雲散。進入民國時期，上海的金融世家與江南實業家延續了這種命運。無論是張氏兄弟創立的永安公司，還是榮中敬、榮德生兄弟的綿業帝國，皆在政治變局與戰爭的摧殘下難以善終。這些歷史案例揭示了一個事實：在缺乏穩定制度保障的社會裏，財富從來不是永續資產，而是一種高風險的短期成就。改革開放40年，中國誕生了數百萬名高淨值人士與上萬億美元的私人財富，居全球第二，約佔全球總數的1/10。這些財富的生成速度驚人，但他們的穩定性卻遠不如歐美百年家族。這一代企業家多來自市場化初期，掌握政策紅利與產業窗口。他們懂得在不確定中創造確定，卻少有時間建立財富管理制度。例如房地產業的興起，是中國第一波真正意義上的原始積累。從1998年房改至2021年，房地產企業幾乎成為民間資本最主要的增值通道。然而，當政策周期轉向，槓桿收緊，監管升級，整個行業由黃金時代步入存量博弈。許多企業主發現，過去的高槓桿擴張與影子融資不僅難以延續，甚至可能成為法律與資金風險。這時，出海成為許多企業家內心的本能反應，尋找安全港。讓我們看看彭先生和他的 S 地產集團的故事。他們的經歷是中國房地產企業國際化的縮影。早年，彭先生就開始將部分資金轉移海外，購買境外物業。2021年， S 地產集團出售股權與某知名機構的交易未能通過審批，成為一個分水嶺事件。這不僅是企業交易的失敗，更象徵中國房地產資本在全球化過程中的制度瓶頸。出得去的錢未必落得下的根。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，希望能夠給你帶來一些對中國富裕家族的深層思考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關財富管理和家族企業的知識，請務必關注我們的頻道，並且不要忘記點擊訂閱和通知鈴哦。我們將繼續分享更多有趣的內容。謝謝大家的收聽。